哎呀，下午好，小二下午好，微微下午好，大叔下午好啊。着手机，满地都是幸福的示范。每个人都在寻找满分的另一半，要多完美。畫面聲音可以嗎？我後來發現一個這個東西，我看一下畫面有沒有垃圾。卻忘了2個星期是不需要計算。幾分之幾的愛都是一種溫暖，牽着手一起去闖，才不會孤單。好像是可以拉近看一下東西，真的，在老師說氣象那個時候，還真的看到。厲害了。等我一下哈。微風吹過，點亮了城市裡的燈。這一次讓幸福在掌心裡變真，不需要去羨慕別人的紀念日，我們有專屬彼此的眼神。學會包容，偶爾會吵架，也是種甜蜜負擔。不用去強求活成別人的模樣，只要抱緊就能把風雨都變淡。別人說的幸福其實跟我們無關，屬於我們的天堂在平淡的晚餐。這座城市太擁擠，每個人都在找，只要有你，每天都值得期盼。愛情真的沒有標準答案，愛情是我們一起寫的浪漫，未來每一步都要過得精彩坦然，丟掉那些規範，走向幸福的下一站。謝謝你陪我勇敢的愛了一番，沒有答案，因為我們就是答案。夜太深到失去了訊號，方向盤握緊，手心出了汗。這條山路還要繞幾個彎，車燈劃破前方的空洞，兩旁的樹影像電影的幕後，山風吹過車窗。前進，甩開所有煩惱。我會怕黑，在這漆黑的路。我會怕黑，找不到下山的路。一生氣終於繞出了山谷，回到房間躺在床上睡不着。這首歌剛好是昨天我們開那個山路的時候啊，所以我把它剪下來，放在這首歌裡面。桃園小黃司機嗎？
好像是吧。P 開頭的那個啊。信國哥下午好啊。昨天我們開山路的片段，我把它放在這首歌裡面。不是任運，不是任運，任運那個不是他。好了，沒有，剛剛載我兒子回家，下大雨，到下午的時候，台北市下一個整個大雨，對，然後就怕等一下會再下，剛剛有下大雨，所以就索性把我兒子先載回家，再來開播咯。幹嘛一直要找他啦？所以待會就出現了啊，是不是？說不定呢，我不曉得。對啊，今天下午台北市下一個超大的雨。不可能啊，想太多。信國哥想太多，不過那個真的是好客人，對，至少他也會知道說你叫他空車開下山，對，也會多給一點那種感覺，就是 Kimoji 的問題，好不好？哦，這個時候點歌點起來，好。這應該蠻好笑的。他會不會跟你說你有沒有規矩呀？那一台不能點歌啊。对啊，是不是他會這樣跟你說？岳雲下午好啊！陳毅下午好。沒有啦，沒有一台可以像我這樣的。你們會發現，他們如果對後台播放歌，或者是前台播放歌都無所謂，都無所謂。但是他們絕對不會播對版權的歌曲。對，他們如果沒有播版權歌曲的話，對，一進去會看得到那個廣告了。但每一台都各有各的優缺點的地方，對，我不論評論，對，就是我也不方便評論他人，只是說有時候我會看看別台的，對，無聊的時候我就會看看，對，都是 AI 原創歌，沒錯。
今天下午的雨真的蠻大，台北啊，雨超大的，應該算是雷雨了吧，大雷雨了吧，很多地方都有積水。现在就比較好一點，現在就沒什麼雨。我就說的應該是午後雷陣雨吧。專利學習的版權費不用啊，沒關係啦。好像下禮拜還有一波啦，不曉得是不是？對，但是在接下來可能都是這種午後雷陣雨了吧。难道只有台北下雨嗎？別的地方沒有嗎？台中出大太陽是不是？对，這一陣子其實都是這樣啊，都會有這種雷雨啊，要小心啊。雨具還是要隨身攜帶着。星期一要北上玩，好喲。可是台北有什麼好玩的？台中也是午後陣雨，對啊，好像都是這樣的。免費洗車啊！免費洗車是沒關係，最怕是這種雨啊，摻雜着泥土。對，等它沒有雨的時候，它就掉在你的車上，就越下雨車越髒。但我知道很多地方都是這樣，對，都是你如果下雨天去打蠟的話，它會比較便宜的。沒有，我說的是那個啦，就是你下雨天你經過那個經過那個積水地帶有沒有？對，水裡面也就會摻雜着泥土嘛、泥沙，然後這有輪胎帶起來，所以你的前後有沒有？前後保桿那邊一定會髒掉。现在雨小了，就很多人出來。屏東只有早上有下雨，所以你們下午就沒下了。總以為日子還長得很，總以為下次再聚不去。我們習慣對陌生人客氣點頭，卻把最敷衍的耐心留給最親近的人。打個電話。陪爸爸喝一杯茶，朋友圈走離。
就在今晚變成實實在在的相聚。很難避免，對我說的就是這個，這應該沒辦法。我早上，我下午這種下大雨的時候啊，有在一個算阿嬤吧，對，然後他就上車的地方都積水，你知道嗎？對，他前後左右就是不是左右啊，就是他上車的地方，我往前開那一條旁邊馬路旁邊嘛，都是水，對，都是有積水的狀況啊，但是都不深啊，就一點點而已。然後他就在那猶豫到底要不要上車，但我往前開，他還是積水啊，我就沒有辦法，我就只能在原地等他上車，因為他攔了我的車嘛。然後我在那邊丟，他在那邊丟毒就對了，對，那我也沒辦法，反正他就等他，就說啊這邊都是積水，他也知道，他上開門嘛，他就說啊這邊都積水，啊我鞋子一定濕掉。我說啊你前面也是一樣啊，沒有辦法啊。對，前面也是在路邊吶，路邊。然後他就上車嘛，然後講一個目的地，我說好就走。然後他就跟我說他要怎麼走，怎麼走。我說好，我都記下來哦。然後開着，然後他又改路線，我說好，我也都記下來哦。他改路線就算了，好不好？然後每一條道路在走的時候，他還會再提醒你說。哦，前面右轉，前面左轉，前面怎麼樣？嘿，然後下一個怎麼樣？對，他前面已經講要怎麼走了。對，前面已經講說要怎麼走，我都已經記下來了。哦，然後他快要到前，還會再提醒你。然後最後他講一句話說：“哦，你的脾氣真好。”我說怎麼說？他說：“哦，很多人都覺得我這老太婆很囉嗦啦。”我說啊，怎麼會？你這樣提醒得很好啊。對，實際上我心裡 OS 是說，你真的是有一點點，因為他每一條路哦，每一條路前大概前2個紅綠燈左右，他就會先講一次，哦，他快要到的時候，他又會再講一次，對，他又會再講一次，啊，但是我是跟他講說，哦，不會啦，你這樣對，避免說，哦，我一下子可能會恍神，忘記轉彎。對，就麻煩了。難過什麼了，珊姐？下午好。靠近放下來的聲音，分數的排名決定了今天開不開心。老師在台前講述那些大道理和前途。我走在台下，靈魂早就已經麻木。每個人都在跑，我只能拼命跟上腳步，生怕一不留神就掉進失敗的深谷。給我一天自由，只要一天就好。每天有自己的不足就加強就好了，這沒什麼好難過的吧？你不知道有句話叫做“人比人氣死人”。是不是？課本第一頁到最後一頁，密密麻麻的紅字像熬不完的夜，文法與單詞都在腦海裡打結，隔壁座位的同學還在拼命地寫，我也只能咬着牙撐過這個季節。回到教堂桌上又是關心的質問，今天考得怎麼樣？還有多少個疑問？真的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啊，這就是這個意思。對，跟自己比就好了，凡事都是這樣子。對，不需要跟別人比。對，總不可能每個人都是對郭台銘嘛，總不可能每個人都是黃仁勳嘛，是不是？有什麼好比的？其實我還沒有想好今天晚上的主題呢。有沒有什麼想法？我都還沒有貼。我都沒有貼，是因為我根本還沒講。我也想當個讓大家驕傲的小孩，也想拼出一個令人羨慕的未來。可是走得太快，我快要找
有沒有什麼想法？自己留言，我還沒有想法，所以我就沒有貼啊。你们知道我昨天很忙，所以後來回到家，對，我除了做歌有沒有？對，做歌曲，我就把昨天那個夜路那一條有沒有？對，就放到影片音樂裡面這樣。對，然後再來我就看世界盃，所以我昨天其實也沒怎麼睡。有什麼想法？昨天就在山路的時候，就忘了這件事情。我們有做過電視劇嗎？我們有做過電視劇的歌嗎？我之前有放過啦，就是自己私底下，我們私底下這樣子放過。到底有沒有做過電視？懷念哦。我會看世界盃，我當然看，我每4年。對，4年一次，我當然會看啊，怎麼可能不看？比賽有關就很少啦，很少。經典戲劇。戲劇，誰贏？誰贏？查網絡就知道誰贏了。我不要爆雷啦。對，反正我就晚上再看那個法國隊啊，7點半要補眠一下，去睡啊。經典戲劇沒有啦，我們重複也沒有關係啊，誰規定不能重複的？重複也沒有關係啊，無所謂啊。這只是一個主題，好玩而已。
你卻說你更不愉快。我難過的是忘了你，忘了愛，盡全力忘記我們真心相愛，將不死也忘了，告訴你，失去的不能重來。電視劇就很多，包含偶像劇啊，戲劇插曲好像比較少哦。戲劇插曲也可以歸納在歌曲裡面啊。對啊，還好啦，沒有插曲也可以啊，也不一定要主題曲啊，片尾曲也可以啊。失去的不能重來，我的是放棄你，放棄愛，放棄的夢被打碎，忍住悲哀。我以為是成全，你卻說你更不愉快。我難過的是忘了你，忘了愛，盡盡全力。對，像這首歌，現在播過了，晚上就不能再播了，是不是？意思就是這樣，對，當天不要重複就好。那所以是。好了，我打一下這個好了。对啊，我找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。我們總不能邊開車邊打字，不行，我們不能做一些危險的事情。我們先停在旁邊打下字，好不好？等等再播，好哦。你的眼神藏着海洋的深藍，一句話未出口卻早已明白。啊，我打好了，置頂了。卻吹不走心底的每次相識，回憶像星辰點亮黑暗的夜，有些話不必說早已刻心。終極一家，終極一班還是終極一家？像我們的友情永遠不會老，在沉默裡我聽見千句話，在目光中我找到新的家。我們現在完全都沒雨，對，下午這下的可真大呢。下雨那個雨就是哦，你踏出車門外，馬上濕的那種，誇張的大。世界太喧囂，我們卻不迷失，目光交匯就是最好的開始。每一次靠近都是熟悉的事，有情如雨滋潤心中的相似。我們的故事不需要旁白默契。終極一班，終極一家，終極三國，終極系列的有。帥哦！小軒你好，哎，喂啊！
就是我的回答。Unspoken words 在眼神中流动。Friendship like gold， 不怕时间裂缝，微笑代替什麼是最溫柔的夢。Together forever， 在心裡注意到彩虹。你不說話我都能懂，靠近的瞬間就像心跳共鳴，默契比語言還要動聽。相遇後彩虹輕輕出現不停，你是我心裡的港口，不管多遠都能回首，世界朝我們安靜的手，把友情寫成永恆節奏。在沉默裡我聽見千句話，在目光中我找到新的家，無需語言，只靠那份牽掛，你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回憶。Unspoken words 在眼神中